南投新影响对去年8八大水发生过后，都经还有过多位所需要公部门来探索处理。经过地方方向前因反映澄清，河川区、林务区、特别水保区也都单位如期会勘，更加包括爱国村嘅北平嘅工厂同自强村嘅亚海政治嘅部分，喺100夜會勘當中，如有為本向前滿意嘅解決方案。基督教香港講下，樹頭嘅博基建廢撇咧，傳統還有社區嘅面活，全部嘅部分就基建佔到農田，所以河川區基建要規劃工廠同進行。唔過愛國村嘅村民受過，難得到工廠冇做好事，減下下一擺做太樹，規社區仲下無進度樹。叫二節嘅提通了後呢，變大水災水動台，土石流嘛動台，啊特擺到地方就廢喺你，而家嗱冇做必執，你啊變水災嗱來。外基村嘅人就冇留意啊，所以講要做會變到做必執啦。第四河川區嘅區長親身帶人到現場檢查佢嘅前洲欄嘅建設工廠，閒聽地方民眾嘅意見，都兩片溝通了後有共識咧。因為地方民眾反映說，有一些會妨礙到葡萄園，所以我們就現勘來提線來確認一下。那目前已經跟胡主席已經確認了哈，就按照我們順從地方民意去施作。除了河壩船要會勘嘅行通，另外還有1000年未到3項無限。因知道8八水災嘅時，一度嘅泥石並落到河壩，幾面社國但係入到泥石打到水面，就會影響到規個自強村。呢邊吼，呢邊是水源條啦，吼啊政府那麼來錢吼，呢下邊咧吼，那個落水吼，咁面當就土石流就下來吼，呢下邊種梅咧吼，咁土石流下去哦，咁種梅吼。那個災害未動態啊！到實地勘查了後，由林務局出面來承擔，項目積極來做前期嘅部分。佢在了解民眾嘅親切，仲係有相關單位認同，未希望了到工廠是積極到進行，不了到居民仲係是得安心營業。客家新聞李鳳琪南投報道。